食药署公布边境查验的这个报告，发现对韩国送来的菜点有无合格的成分，这也是电商平台酷碰这半年来第7件违规的产品。未来咱的食药署是会针对韩国来的这个用茶做的食食的相关的产品来加强查验。地方路买物件是够紧够方便，不过食药署日白是公布上新的边境查验无合格的名单，其中包括电商平台酷评对韩国输入的过目菜点又出试验无合格，后面就听到是真烦恼。会担心，毕竟怕有一些什么有毒物质之类的，会担心。对，就是会想说，是不是就吃下肚会影响之后的健康啦？食药署讲，这批无合格的菜点拢总有20公斤，会全部退温也是销毁。这嘛是酷评伫最近半年来第7批产品检验出无合格，而且对今年1月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掠包违规。另外，食药署统计，去年11月底到今年5月20为止，韩国输入茶剂的餐具无合格有4成这么多，因为安尼因伫边境要针对所有韩国茶剂餐具厨具加强抽批查验。4月15日起到今年113年10月14日止，在边境针对韩国输入的木质餐具及厨具，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的比例为20%到50%。如果说那些残渣东西混到我们食物的话，我们就担心说民众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肠胃道不适的症状。对这酷评是发声明回应讲，相关产品拢有符合韩国销售规范，但是遵守台湾食药署的规定，虽停止销售这个产品，嘛是销毁边境无合格的产品。另外，食药署公布的无合格的名单，佮包括中国的水果手动加接器、大麦苗粉、越南的蒙珠酱、马来西亚的番茄仔粉等等，同款拢要照规定全数退温，也是销毁。记者综合报道。